我是世新大学的郑德伟。篮球嘛，其实从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跟同学一起下课去打篮球，就是只是兴趣玩玩而已。那是直到真的加入屏中篮球队正式的篮球训练，因为篮球而让我有就是不同的路可以选择这样，所以变成说，既然有这个机会，那就去走走看篮球路这样。因为当初我自己会想说，告诉自己，如果说我做这个决定，那过了5年、10年、20年，回过头来看，我会不会后悔做这个决定？所以那当下我就想说，毕竟我们当时高中都打一个还不错成绩，那既然有这个机会可以继续走这个篮球路，那我想说，那就是继续朝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前进。这样，最想要感谢就是第一个是我高中的篮球教练，一个是国柱老师，一个是志强老师。其实他们是带我走入正规篮球训练的一个启蒙老师啦。那再过来，其实要感谢我大学的教练李云光哥，因为其实我在大学，毕竟我以前都是打内线的，转型上如果想要再往上打，那势必得转型，那可能就转型有点小困难这样。那他还是愿意给我很多机会，给我很多时间这样。世新大学的吴坤典教练跟何振峰教练，还有世新大学的浩宇国际旅董事长，他们其实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，那因为我想要有这个动力，想要继续再拼看 UBA 最后这1-2年，在大学时期其实都是主打内线。那到了世新之后，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空间跟非常多的自由，等到我自己在3号位的做一些发挥，包括更多的3分投射、外线切入，是以往我大学时期没有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未来如果要投入职业赛场上是很大的养分。其实我很喜欢，就是那种人就是观众很多的那种，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球迷很多，然后整个场子很热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觉得第一年其实做的，我真的觉得做得很好，因为我也去现场，那时候我跟雅轩去现场看过几次，这样就我蛮喜欢那种现场的氛围啊，就是球进了会有大家欢呼，然后你是客队，你在罚球的时候也会有球迷给你嘘声这样子，对，给你各种干扰，对，我蛮喜欢这种感觉。他可也稍微休息一下。林俊杰，这是他要展现自己能耐的时刻。阿吉的3分球，了2记3分。林俊杰3分外线，阿吉大胆的出手，看很强了。再给林俊杰换到右边的40度角，俊杰3分外线投射，好，再给林俊杰。现在谁的胆子大呢？这球塔克老师真的是眼明手快啊！然后快攻时背后传球，大的威胁了，再加一个戴维斯，哇！就给阿吉接了就起，接了就进。林俊杰找不到塔克的机会，干脆阿吉要来投3分球，底角的3分球有分进账，不过防守端这边表现得非常不错。3分球，阿吉出来投3分有。阿吉在空走过的运球，再给到空档的林俊杰。阿吉转换快攻，完全没有人手。区域防守就要考验上面2位后卫的补防速度。再给到阿吉，哇！阿吉要出手，看到阿吉又来了，得分已经超过了30大关了。杨宇要赶紧回防。阿吉的空档3分出手，我的天哪！这球给到别人养底线，林俊杰在这个位置有了。第1节没把握，但第2节这个 wide open 也很大。看这次如何突破对方的人盯人，望向小跑车，狙击手林俊杰。再分，林俊杰外线有，棒现在也是个守区域。底线掩护之后的林俊杰 ，corner 3分球。阿吉非常果决哦，直接砍3分球。后去做到进攻的选择。哇，空档出来，可惜第2时间再出手来了，进攻哦，因为连续几次出手都没有哦，还是要靠阿吉啊。阿吉的空档，这球
他拿下了15分。哦，好球！阿奇，哇哦，在赛瑟夫面前豪取2分，巨人马上得分了，打到了侧板。林俊杰，晋级的巨人在罚球线有一个。刚才林俊杰啊，多端，你可以在他面前这样子得33分，确实对他自己的自信来讲是个提升。志杰刚才得到他整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，晋级的小巨人阿奇。